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6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莲花食品伫中华工厂昨昏发生大火，造成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火是对2楼开始烧，大部分的员工拢秘伫4楼的冷冻库。消防局是表示，因为冷冻库无门，敢若有塑胶的门帘啊，无法度挡火，嘛无在调冻烟，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目前工厂已经向要求停工，检方嘛已经介入调查。工厂伫宝岛镇导火厂区是4楼 RC 建筑部，有21人受困，分别是2楼调理区7人、4楼包装区15人。消防人员一直进出火场，将伤者抬出来送医，不过有10人当场无生命现象。据员工表示，他们有在厨房那边先做扑灭的初期灭火的动作，那他们没办法灭火之后，然后打119，请求我们支援。工人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浓烟很大了。初步研判导火点伫2楼调理区，火势伫7点50分控制，9点12分拍火。透过一个现象仪发现，迄时阵火势因公线烧，看出涂上是一片的红。互人惊一条是，大部分员工拢选4楼的冷藏库作为避难场所，就是低温引导性按过门口的塑胶门帘，无法度挡火甲乌烟的功能，恐惊是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这个食品厂的那个冷藏库它其实是不是有门的？我就是同仁给我的相片是拉帘的状况，所以拉帘是挡不住任何火焰的。莲花食品中华厂1991年设厂，主要生产便当饭圆、米类、素食，这个产品互超商客户。莲花公司25下晡开重视记者会，强调工厂年营收19亿，占全公司18%，因为已经互职安署命令停工，会由另外2个厂区支援，目前会全力协助伤亡员工处理后续的代志。即刻要求本公司所有单位、各厂区检视作业环境，强化所有相关标准作业流程。职安署表示，莲花中华厂设厂到即马无发生重大工安事故，不过厂区消防规划细节，莲花公司讲拢交由检警调查。不过消防学者表示，一定规模工厂拢有消防防护计划，阁有自卫消防编组，每半年演练1摆。不过台湾真侪工厂业者拢是凊彩交代，火灾一发生，才会发现员工靠本能选择避难场所的情形。很显然，他们选择的这个场所，并不是计划书里面要求规范的一个场所，很有可能就是计划是不是半年演训里面都没有落实哈。我知道很多的工厂对于这个消防防护计划，他都是抱着那种可有可无的一个心态，交代了事就是了。学者认为，政府应该严格查核业主的消防安全状况，真正落实消防防护计划，这样避免危险代志发生。另外，22名劳工拢有劳保甲职业灾害保险，中华县劳工处会协助申请死亡甲丧葬补助。记者综合报道。那阵熊熊导火去拄着火灾，尤其是伫工厂、卖场，也是这款大型的所在，或者是调伫无熟悉环境，是要安怎逃生？消防署即马是建议民众讲，爱先大声喊救命，再依照逃生的指示顶找避难的出口。原则上，逃生的方向是爱向下骹、向外口走。那上界重要的是爱冷静。整个林森钱柜大火啊！林森钱柜大火。2年前，珍贵林森店突然发生火警，民众赶紧走出来，不过依然造成6个人死亡。建平糖火厂2019年暗时火灾夺走7条生命，火警事故就听到，根据消防统计，火警事发地工厂有定看到排第3名，民众外出也是工作入到这类大型场所，拄到火灾时，逃生有一套 SOP。我们遇到了，不管是地震、火灾，一定会慌张嘛。我们进去公共场所，不管是旅馆啊、百货公司啊，或是 KTV 啊、卖场，这个我建议民众应该要先去看这个路径。除了看逃生指示地图，日常爱养成，不幸拄着火灾，消防署建议大声示警了后，沿紧急出口路线指引，逃离火灾现场。大部分关键方向爱向下面，心态调整好，尽量保持冷静。也过除了靠民众自救之外，业者及时应变处理也袂当欠。
企业成立自卫消防编组，当年进行演练，模拟火灾发生的时，会当第一时间应变。中央要求民间例行性训练，保障到底火警出现时，会当及时发挥功效，对降低灾害真有帮助。智慧消防编组如果能够运作得宜的话，当然可以避掉就可以在初期的状况把火灭掉，或者是能够成功的避难引导逃生的话，就会减轻很多的损失跟灾害。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消防官员爱提升工作是有路掌握好，互相尊重。毕竟火灾拢是来自真突然，有准备会当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昏台南永康嘛有一栋3层楼高，专门说服学生囡仔嘅套房导火，加在无人伤亡，住伫内底18人拢平安。不过这款套房问题未少，若无到火灾嘅警报器，这部分可能上当会罚款3万块。若这老瓦厝无去申請，就假警提去做套房，这部分上当会罚款6万。警方调监视器，即马无排除有可能是有人跳工放火，而且可疑嘅嫌犯哪亲像就住伫1楼。规栋楼厝拢咧庆贺宴，25透早7点多，台南永康大园路这栋学生出租套房，唔知详细煞熊熊的火烧。他烟一直跑到后面，我就看在冒烟，我就马上叫我先生了。学生也有啦，外口的人士也有啦。真侪人是拢还咧困，有8个是对消防疏散，佮10个是家走出来。毋过内底还佮计几啊间，有的还佮锁掉咧。消防是逐间破门，佮请厝头家来开锁，才确认无人掉伫咧内底。毋过嘛发现房间内底拢无装警报器。总共有8名民众由消防人员疏散，那10名民众自行脱困。消防初步研判是有人伫1楼101室烧物件才会导火，详细搁来调查。另外，市府工务局嘛发现这栋楼厝甲当初申请的用途无同，是私自变更，违规咧使用，会依照建筑法处分。若无装警报器这条，嘛会罚6000到3万。擅自来变更使用，属于违规使用就是了，才罚新台币6万元。并限期改善。这栋出租套房的边啊，就是昆山科技大学校方调查，尚无10个学生是住伫遮。不过，这栋出租套房不是学校所推荐的学界校官宿舍。这个另居住址它并不是我们学校合作的另居住址。那如果是我们有合作的，其实我们都会去固定访视啦。昆山高大表示，学生若火烧，暂时无所在通住，而且会成搬人学校宿舍，嘛会加强宣导细处安全。若市府嘛要针对学校附近的学生宿舍、结合主体顶住所进行消防安检。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冷空气会小可增强，顶半部的水气会较高，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地渐雨，下半部水气就会减少，雨就会较停啊。咱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早起中部瓦近山区的平地嘛有湿湿雨。过到了后，中南部的山区雨会较粗。温度的方面，北部、东部规天拢会感觉较凉，温度大约是20度至25度。中南部的高温今日有29度至30度，中南部的日时暗时温差会较大。另外，今仔日伫桃园到台南沿海较宽的所在，也有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拢会透强风，高出现8级至9级的强阵风，向深调的细致。顶礼拜受方面的影响，中部雨是落甲真粗，也毋过南部却无啥落水库，对水情嘛拢无啥帮助。江文水库即马脱水率剩6.5帕，因为水强要打底啊，下底的结果即马已經看現，即马代表水情有影是真硬到。闸门水库大批批的面积愈来愈宽，到25下晡，闸门水库水位190.23公尺，欠水率降到6.41%。准公加乌山头水库两个水库欠水率嘛降到15.1%。南化水库欠水率持续降低，显示南部水情也真暗。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也一直变动调整。是天候状况跟包括天空上的云层的厚薄，那个云层的厚度，还有它的水汽状况，做一个评估判断。这个部分我们是做一个滚动检讨。水位降低，也互全台湾敢若正则有的特别建筑现出来。伫40位关键区就会当清楚看到水坝正平，这种亲像古希腊圆条形建筑。南水局表示，这是闸门水库防积沙水道墙片引水灌管外口藏的物件。功能是咧稳定墙片引水灌管，也当伫盛季时阵增加下水量，水位较悬的时阵，防水期就会砍去。它主要的功能是在汛期的时候，
比较高浓度的水，可以借由这个防御隧道的橡皮线钢管把这些水引进去之后做一个排放，也可以来增加我们水库的一个泄洪量。这个建模是参照咱们水库的地形，伫民国103年起的，107年以为完工启用。平时水位悬的时阵看袂到，敢若大水期的时阵会现出来。水位若够降低，整体外观会看更加完整，也会当做观察水位关键标准。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载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基隆条景保育区禁止民众入去内底，互海中的生物，要互海底的生态会当豆豆恢复。不过呢，最近因为去佚佗的人加真多，对生态已经造成影响。基隆市政府打算要修法，要扩大保育的面积，即马伫海面抑个陆地拢会管制人丁，而且伫当年的11月份至过当年的3月底，是即个所在生态休困期，会全面禁止游客入去。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咱台湾向美国买武器，也毋过美军交会煞有去延前着。这标称飞弹即马是有称无称纸，若特色的飞弹嘛，敢若有车无飞弹。美国是表示讲，这拢是因为受俄战争的影响，未赴交会互咱台湾。有立委即马就烦恼讲，总讲俄战争无法度结束，安尼咱交会的时间可能就会拖愈长。继续来关心联合报。中洋集团的创办人中永发7当前过身，伊的遗书内底是写讲要甲伊的遗产全部拢交互自房的公囝张国伟，而且伫遗书内底佫指定张国伟爱接中洋的总裁。不过这是引起大房的不满，大房的后生张国正提起确认遗书无效的诉讼，伊是毋是认定张国伟胜诉？张国正不服上诉了后，昨昏高等法院驳回上诉，以及1审的判决，认定这遗书是有效的，也毋过专案也可会当上诉。总共无变盘，张国伟有可能就会当得到140亿的遗产。报道。前线直接看来看，疫情滚加3年外，影响你我的生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马已经转好啊，疫情指挥中心嘛确定5月初1要解散啊。指挥官王必胜已经宣布5月初1开始，新冠肺炎会对法定传染病降级降到甲流感同款。若是去画着，就是算感冒。也毋过抗病毒的药啊，也是依次公费来提供。也若最暗这部分，当时会当全面解禁，这部分就要等到5月底看看再来讨论。因应新冠肺炎成立3年，超过1000字的疫情指挥中心总算要退场啊！行政院长陈建仁伫5拜日下昼亲自到指挥中心听简报了后，点头同意指挥中心降级改编的规划。指挥中心会伫5月初1正式改编，行入历史。刚才的这个会议上，我也聆听了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提出来的降级解编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也同意他们的规划。指挥中心退场了后，新冠肺炎也公布为第5类法定传染病降为第4类，甲流感同款。新兄弟家用快筛剂也得来退场，外界关心未来民众确诊的时要安怎就医。指挥中心表示，快筛阳性民众有缘会到到医疗院所实体看诊，口服抗病毒药物甲新冠1号等药物，有缘是公费给付。在医疗照护的部分，事实上在这个解编降阶前后是没有调整的哈，轻症仍然是由公费继续提供口服抗病毒药物跟清冠1号，然后在这个长新冠的部分的这个染疫康复者门诊呢，仍然会持续。另外，公费新冠疫苗，民众也是会当到各合约医疗院所注射。也毋过5月初1起，医疗院所会当收注疫苗的挂号费。那翠安病目前只存医疗照护机构甲救护车等2大场所，需要强制挂翠安，政策会维持到5月底才进行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咱的疫情指挥中心对2020年1月20成立到今，运作1197天，真辛苦。5月初1开始，后礼拜就要解散啦。若刷倒来，咱要安怎预防疫情搁压起来？有学者即马是建议讲，爱继续定期检测环境，嘛爱继续做血清抗体调查，而且爱追踪高危险族群，避免动静死亡。安尼大家才袂惊吓，才有才调真正恢复永过生活。新冠疫情滚到3冬过，即阵大部分的人拢豆豆恢复正常的生活。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5月份开始，新冠肺炎嘛对第5类传染病降做第4类，民众拢表示支持。我是感觉讲是应该跟着时代潮流的，这是一个趋势嘛。起来再过
结果打疫苗，结果加油啊，2、3年啊，大家拢惯死就好啊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咱国内伫2020年1月20开始，3级开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到疫情上严重的时，嘛升到1级开设。疫情指挥中心运作千挂工，拢无休困，即马要降级，有学者认为，互生活恢复正常是有必要的。不过相关单位对各规业群应该继续掌握。真少的一寡人，嘛是会个重症加死亡，若是有一款。重症的人开始人数咧增加的时阵，咱就爱来知影讲，这是毋是一个新的变异种出来啊？这拢一定这款工作袂使停。有学者嘛建议政府对人甲环境拢爱继续分析、搁监测。就算降级，一寡机制也是袂当放零。环境的部分就要定期做废水的检测，人的部分建议要继续做血清抗体调查，了解个人的抗体数。当年拢有安尼做，咱就知影讲咱的血清的浓度吼有到什么程度，还去追踪着伊讲伊身躯顶内底这个治预防虾类的效果有维持无？专家嘛建议各危险群，亲像有慢性病、无注疫苗的，也是65岁以上的侪岁人，准讲有感冒的症头，就要去检看卖啊，敢是去挖着新冠肺炎，甲无票设定伫零死亡，大家才袂惊吓，才会当真正恢复应过生活。记者调离台台北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昨昏是正式宣布，伊要搁拼连任，伊要战至控制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伊讲，咱爱甲代志做好了。那早就准备好势，拍算要选的前总统川普伫东港伊嘛发布影片，伊是回应对外警告讲，拜登即马当在甲美国带去第3世界大战的边缘。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受民主党重要支持，基础建筑工会投入欢迎，顺势将家己就任以来伫建筑业创造真侪就业机会，各有以签署法案的支持搬就台面。You're leading the way, shovels in the ground, cranes in the air, factories opening, all those jobs meaning we created. I make no apologies for being labeled the most pro-union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I'm proud of it. I'm proud of it. It's time to finish the job. Finish the job. 过去2年，拜登得到国会批准数十亿美金联邦资金对抗新冠疫情，各严格监管自1969年以来上加失业率，暗过也做过40年以来上严重的通膨危机。今年80岁，拜登早就表态要搁战以控制数，暗过选民眼中议会煞是问题。以控制数年以82岁第一任期结束时86岁，比美国男性平均寿命悬出将近10岁。 And if I can't join the army at 58. I don't think he should run the country at 80. 前总统川普也对拜登的宣布有回应。Biden has totally humiliated our nation on the world stage. Joe Biden has led us to the very brink of World War III. 其所共和党竞争者当中，川普的党支持率是走在头前。川普拜登可能再度交战。有民调显示，有一半的美国民主党人表示，拜登不应该寻求连任。另外，美国民众对拜登甲川普二度对战无什么兴趣，有2/3受访者无希望两人以控制数搁出来选。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来关心苏丹，即马是在发生内战，已经造成400多人死亡，几若千人受伤。而且发生内战冲突的所在已经对首都拓到其他的城市。目前交战的双方已经同意讲，对当地时间2月开始0点要停火，停72点钟。那首都的网络已经断几若天啊，加上伫首都即马嘛无水无物件通食，即马生活真艰苦，真侪苏丹的负责人已经带囡仔走去隔壁国避难。伫第马士塞入埃及境内，连年休困的苏丹民众坐甲甜甜，对岸沙地阿拉伯吉达港，军营协助伫船顶的妇女甲囡仔踏上异国领土。苏丹内战造成严重死伤，美国出面调解，目前双方已经同意按当地时间2月饭点起停战3天。不过之前双方已经几若摆宣布要停战，最后拢无守信用，各国拢赶在铁桥。真侪苏丹人嘛坐外国车船逃离母国走向战争。من هنا بأي طريقة
نمشي أي حتة سواء كان نمشي البلد أو حتات بعيدة عن المركز أو العاصمة أو نسافر لدولة تانية يعني. 苏丹首都喀土穆有600万人口，市区炮火蹦蹦叫，遍地尸体。真侪民众不捌通过陆地去埃及，也是坐船不当行红海到沙地阿拉伯。西边的早日估计有10万的苏丹难民入境。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留伫境内苏丹民众现在处境艰难，若欠水欠食，话病院已经停休。网络监测组织 Netblocks 讲，苏丹礼拜长班到达服务剩2%尔。إضافة للإحساس بالخوف الشديد يعني كنا بنلاحظه على أولادنا وإحنا نفسنا حتى إحنا الكبار اللي بنطمنهم وإحنا خايفين يعني يمكن دي الواحد يتمنى إنه الحرب تنتهي وإنه يرجع الأمن والأمان للسودان. 苏丹是世界上产出的国家之一，虽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却有超过4成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过去苏丹北和南苏丹内战数十年，虽然南苏丹最后独立。两国内部各派的人马依然冲突不断。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即马毋但咱台湾在欠水，意大利可汗嘛真严重，有真侪所在即马水库拢已经无水啊，而且河川的水位真低，土沙拢看现，船嘛已经无再调驶，港口无水路，互船会当驶出港。即马意大利上长的河破河，嘛估计讲今年热人的时可能会大哭哭。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要提出限水的措施。为空中看落来，所有船拢掉伫土沙内，正是意大利塔兰托省的托里切拉湖，因为做大湾，港口差不多强要袂使使用。根据当地船舶中心指出，过去5、6年水量拢真有够，毋过这2、3年开始改变，欠水情形愈来愈严重。Del terreno e di solito l'acqua qui è 1 metro più alto, almeno 1 metro, 1,20 metri più alta. Da questa parte invece dove mi sto dirigendo siamo riusciti quest'inverno a scavare perché il livello ce lo permetteva con la draga, abbiamo scavato e tolto il terreno sotto e abbiamo 1,50 metri il canale per uscire con le barche, quindi attualmente possiamo ancora uscire con le barche. 意大利第一长河坡河有652公里，为西北部城市杜林流到东海岸的威尼斯，流过意大利人上济工业甲农业发达的所在，是真重要的湖。不过当地官员预测坡河会甲去年6月同款大缺缺，除了河水位上低，水库同款嘛大欠水。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的水库维尔纳格湖，因为为阿尔卑斯山流入来的水减少真济。地势水位降低，另外一个伫坡扎洛省的雷斯汀湖水位同款嘛真低。气候官员是讲，欠款氧气的泄水灌入来是地势部分所在严重欠水的主要原因。Si deve agire in diversi modi. Da un lato, in tempi brevi non è che c'è molto da fare, bisogna solo gestire la scarsa risorsa che si ha a disposizione in maniera oculata, privilegiando sicuramente l'utilizzo idropotabile, poi quello agricolo e poi quello di carattere energetico, tenendo un equilibrio. 除了意大利面临严重欠水问题，附近西班牙嘛拄着为1970年以来上界严重的可汗。有27%的地区是伫警戒还是紧急状态。国家泰隆尼亚有一个水库水位上低，一个长期伫水面下11世纪的教堂柜拢现出来。这届做大湾严重影响农业甲畜牧业，是西班牙政治争论的焦点。农业、渔业也甲食品部门这礼拜已经展开会议，想要赶紧解决可汗所带来冲击。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前总统马英九去希腊访问，明仔要去参加希腊的迪尼会经济论坛的开幕。官方网站顶头，甲咱前总统马英九的头衔，原本是写做前台北总统，经过咱的外交部去抗议，有改转来台湾前总统。也毋过昨昏，官方网站佫改做前台北领导人。咱的外交部是呼吁前总统马英九为着国家的尊严，爱评估敢要去参加。来关心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24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告入国书，面对外界拢在回讲伯恩斯拢已经做1年啊，中国即马才收伊的交入国书，敢是因为互北京报复？美国国务院今仔日回讲，伯恩斯伫
过去一冬伫中国拢咧做真重要的工课。不过美国嘛有表示讲，为什么伫即阵中国在收购任国书这部分的时间点，爱去问中国？来关心欧盟之后，根据数位服务法有公布头一批受监管的大型企业的名单，内底包括面册、Amazon、Google、Microsoft、微软，计共有19间公司。这大型的网络企业，拢爱交年度的风险评估。这个报告内底就爱写去分析违法的内容，假消息是风险有偌大，哪这公司未来要安怎改善？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陆军的平湖防卫指挥部有一个21岁省长的阿兵哥，顶礼拜休假结束了后，伊宣布登去部队，而且伊讲唔接电话，拢找无人。伊的老母是真烦恼伊的后事风怪去，赶紧伫网络顶头咧看文章找人，加在昨昏总算找到啊。毋过即个阿兵哥，即个少年囡仔情绪无啥好，真郁卒，所以先甲伊送去病院。军方是表示讲，会去辅导去了解原因。互警消送去救护车，就是团出休假了后4年的陆军平衡部21岁省长的志愿役士兵。原本23应该爱回部队，不过伊无照时间回去，甚至将军方甲家属电话拢封锁，无要甲外界联络。好佳在自5早起，伫马经市麦当劳路顶找到省长的士兵，发现伊情绪无好，由军方干部苦劝消防协助送医。他是在9点50，我们人在麦当劳，我们干部有发现，那现在都在陪伴，人是平安的。县长士兵妈妈表示，后生自己休困，甲军长朋友食饭，表示要去网咖。不过礼拜日半暝11点，煞接到军方电话，通知后生超过时间拢无回去，因为后生较袂讲话，较袂表达，军方查伊记讲一致，发现内容有负面的想法。烦恼伊的后生可能会互人骗去，赶紧伫网络社群发文找人。奶奶说她什么都不讲，但是有听她在念说她好像撑不下去，想要退伍。她的成长环境很单纯，我怕她被骗嘛，因为她都迷手游嘛，迷网络的那个电玩。军方表示，县长的士兵是单纯超过时间无回到部队，找到人了后，伊的妈妈也伫网络发文感谢各界协助。另外，平湖无亲像金门、马祖离中国较近，判断都去对话可能性真低。进前金门二打岛4连士兵人伫厦门案件，目前后续进度官方并无公开说明。不过连续传出外岛士兵失联，甚至像互人调包的代志，即马大家拢正关心国军军纪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行政院即马为着要加强战争的时保护咱国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打算要扩大保二总队的编制，要训练政治教官，或者政治教官去带5500个警察去接受军事训练。外界即马就质疑讲，安尼保二总队敢会互当作是陆军咧发动？内政部长林佑昌是强调讲，绝对袂互警察变做阿兵哥。警方维安特勤队以优势武力制服歹徒，这是台中政府反恐训练团组行政院建议扩编警政署保二总队，加强维护关键基础设施，要培育120名战术训练政治教官，接受4礼拜国防训练了后，训练5500名警员，有反恐甲兵战转换能力防止期，保二总队变做第2陆军。警方不会去从事任何军事的一个工作跟行动，相关的一个这个规划跟训练，我想都是为了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防护。根据研议的6大训练项目，包括各式兵器教练、弹实弹、手榴弹、小部队战斗、近身战机、加城镇战射击训练等，有160点钟训练。目标包担任特殊警力，也是为安队的现任，也是独臂助教。45岁以下部分查甫查某。不过台湾警察工作环境推动协会关注，可能会影响到警察官员专业训练，要基层积极。福利制度敢是要比较军人？军人的训练是对敌，是致命性的训练，但警察训练是制服对方，将对方绳之以法，要符合法定的比例原则。都还在演绎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揣测的必要。学者分析，战时军队爱全力控制部分支援任务，需要有另外武装部队来协助。警察落地军事训练，战时都会当提供辅助。
包括像治安维持，包括像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包括像是要人的保护，可能会需要有另外的武装部队。学者提起，警察属于内政系统，军队是国防系统，兵战转换时，指挥连安怎整合协调，更加是挑战。不过林佑聪表示，战时有战时的体制，未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捌参选新北市立委的杨智嫣，去年8月份时是被中国指控在舞台毒转行掠去。昨昏中国是正式以涉嫌分裂国家罪，甲伊正式逮捕。但是陆委会是批评中国乌白掠台湾人，这就惊吓对两岸交流无帮助。靠手铐去予中国的国安人员押走，要代表一边一国行动党参选永和区立委的杨智嫣，去年伫个中国大陆去互掠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5公告讲，杨智嫣伊涉嫌分裂国家罪，已经予温州市检察院把批准爱逮捕。受到中国关押5年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德批评讲，这款的甲掠人恐吓无相差。他所有的行为都在台湾，表示中国正是在法律上面把台湾人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一部分。但是以前是在政治上面，他说他要1国2制统一台湾，但是他现在要在法律上面，他要通过他不断的司法行为，正式并吞台湾嘛。去年8月。美国苏当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访问台湾了后，中国采取规范的反制，国家杨智嫣对限制居住、拘留甲批准执行逮捕。李明德强调讲，去年开始中国就在讨论透过多边也是双边的协议来掠境外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就算讲无踏入中国，只要若是这个国家和中国有签署双边的这个引渡协议，中国拢会当甲这个国家申请甲人引渡去中国来审判。台湾政府应该都要提早做出应应。我们的人被逮捕，很多时候是在媒体上面，你才他已经可能已经消失了不知道几个月之后，然后你才发现说，这个人已经失踪了。案子其实过了9个月，他才正式的批准逮捕。那明哲的案子也是类似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跟原本我们签署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协议，其实他也没有去遵守这些协议。陆委会表示讲，有关杨智嫣和中共拘押。政府一拢有掌握，嘛甲家属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批评中方因凊彩掠人逮捕台湾的民众，严重伤害咱国的人民的权益，制造恐惧，安尼一定对两岸的交流互动无通好。国际特赦组织呼吁讲，针对中国失踪也是讲防凊彩关押的这个台湾的个案，陆委会会当做系列性的盘点调查，建立指引来提供家属来找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伫昨昏是发生哪亲像是兄弟啊分家伙纠纷，小弟甲阿兄吹血命案。62岁的小弟因为甲阿兄冤家，甲65岁阿兄吹死，才去敲电话去自首。警方到现场，赶紧甲伊阿兄送病院，尾也是不幸死亡。即马专案是依照杀人罪嫌移送法办。经过了解，这个林男他素来就跟他的哥哥都有争吵以及冲突，而且他同住在同一处所。在今天下午1点46分，这个林姓嫌疑人再度跟被害人来发生争执并且徒手来勒颈被害人致死。这对姓林的兄弟啊，小弟是向警方表示，兄弟啊因为要分家伙，分爸母留落来一间厝去冤家，搁捌闹去法院。昨昏2个人搁因为分家伙咧冤家，伊一生气全甲伊阿兄吹死。即马专案已经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镜头来花莲，伫花莲有民众骑奥多摆，因为去互头前乌白违规插车的车去撞到，伊伫边这车的边啊，抑佫是双黄线，伊全丢毒停落来2秒，尾后就随收到500块的罚单，伊感觉真无理。警方表示会当透过申诉管道去处理。骑车经过市场，行车记录器翕一2、3、4、4台车违停伫路边，骑机车人互相黄线甲违停的车夹在中，停落来丢毒2秒钟，转去就接到并排违停500块罚单。不过明明就是头前车先违规。我们要前进，可是前方有车子挡住，旁边也有车子挡住，后面也有车子挡住。那你不
不可能超越武装网线嘛。那发现违规停车检去影片，爱确认连续3分钟，暗过短短2秒就被开单，民众唔甘愿无凭受罚，拄到安尼情形要安怎呢？警方表示，民众应提相关资料到管辖监理机关申诉。这个部分是民众提出申诉之后，本局会依个案事实来从宽认定。不是说检举达人，然后丢个影片给你，或丢一张照片给你。那你也要就是审核一下哦，真的有违规的吗？另外，在花莲建国路加中山路路口增加正挖专用车道，民众常常违规超过双白线正法，或者是误入正挖道，搁穿过双白线。去年9月开始，警方说影像科技执法，敢若今年1到3月就开出2572件罚单，平均每天78件。那跨越双白实线违规，往往容易造成后方车辆追撞，历年均列全国10名的噪音。除了加强宣导，警方指出科技执法确实有效，甲去年同期比起来，这路口事故减少37.5%。佮强调，目的无伫举法，是降低事故发生率。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北的安溪轻便铁路已经驶2个月过，昨昏是发生车祸。这是因为有一架车本地咧单车红灯煞向倒弯，转去甲轻铁的车头去甲弄掉。新北的职员公司即马去了解情形了后，会去向对方讨赔偿。警方嘛甲车主开罚单。本来停等红灯的白色轿车向倒弯，边仔的二警袂负阻挡，安溪轻地的车身下一个真长的扣痕，轿车嘛受损。25下晡晚近3点的时阵，驾驶肇事车辆的查某人要去检文科大办代志，煞向倒弯，弄到直接开来的轻铁。这原来是安溪轻铁通车75天来头一件车祸。我们的了解是，这部自小客车它违规左转超越那个停等线，造成跟我们的车子有些轻微的擦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即派人去处理，那并用单线双向的方式来运行。这个单线双向时间大概是30分钟左右。车祸发生了后，新北集运公司除了报警，嘛随派员处理，派车接送乘客。差不多半点钟后，解除状况，专线才正常行驶。这部车子它疑似有转弯不依规定的状况，那我们会厘清之后再做后续的举发啦。肇事责任判断是交大在判断啦，那我们只能做初步的状况的厘清而已。警方表示，肇事车主有可能牵涉到无依照号志行驶的违规行为，会伫查清楚情形了后依法处分。因为轻铁的车门下一痕已经入厂维修，新北集运公司会伫详细检查了后，依照损失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今仔日要审查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严格民间有人反对，教育团体和学者就发起反对这个政策的联署，2天内就超过5000人支持。严正的呼吁，国会明天应该要拒审。教育团体甲学者各一办呼吁，希望立法院将关26要进行的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的相关审议。2天内超过5000人的一个联署，那在这样子充满疑虑、所有人反对的一个情况下，礼拜3，也就是说明天，司法法制委员会竟然还要排审这个双语国家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有老师举例一寡科目的概念甲重点，用母语拢无较好理解，更何况用英语来学习。教师的训练甲备课是毋是充足，也影响教学。也个学者认为 ，AI 科技进步，真侪业者拢发展口语共步翻译。那政府重视母语，就应该要有行动。他应该立刻把现在投入到双语政策的这些资源跟经费，发展我们的其他的母语的这个语言之间的同步翻译的这个软体和装置上面去，福佬话、客家话、各种原住民的语言都可以直接透过装置跟其他的人沟通。行政院长陈建仁伫面前表示，政府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希望各种母语拢能传承发展，成立专职机构也一定爱做。同时强调，毋是要将英语列为国家第2语言，母语甲英语拢是台湾政治下一个阶段重要能力，需要双语并进，台湾将永续发展。政府也被只重视某一个部分。记者综合报道。
去传统的菜市啊买菜用台语上界好用，而且讲台语嘛感觉真亲切。新竹母语的囡仔，母语囡仔窟定定举办推广母语的活动，就专讲带囡仔去踅菜市啊。菜市的头家嘛拢用台语来小解家己买物件，要用这款上界自然的方式，互囡仔学台语。是石斑，这是河斑。石斑有十几种。这个河斑。这个沙巴鱼。沙巴鱼多。头家用亲切的台语向大家绍介海产，无论是石斑、沙巴鱼，也是蚵仔、透抽，大家拢真认真在听。这话叫什么？泡是炸的意思。啊，这炸去有这菜籽，嘛会使讲荠菜，做番椒阮拢是会使。后一搭来到卖煎粿，头家讲一般的台语号做菜籽，客语是讲泡菜，大家听了感觉真新鲜。啊，来这会当提醒我，就是一直还没讲台语，较袂激进，安尼。啊，平常你才会带囡仔去踅啥？踅菜市啊？平常是我买菜就会对入边啊。但你的台语较进步嘛？一定会，因为大家团体嘛，啊，就会较常讲，啊，就会讲较好。来到菜市买菜，真侪人拢会用台语来沟通。除了因为头家娘较侪会所原因以外，用台语来买菜，听起来也更加有人情味。菜市内底头家哦，台语交客话绝对是足好的，所以都唔免特别去烦恼因袂晓讲台语交客话的问题。然后囡仔嘛会当加看看，就平常时啊，因看到饭桌顶的物件，拢是已经煮好的，伊唔可能无看过人真正在卖物件。参加完活动，大家拢讲菜市参一般的超级市场比起来，除了有更较侪人参人之间的交流以外，也会当亲身感受到头家的热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全国学生的创意戏剧比赛，嘉义县的梅山乡梅北国小的老师学生组成的小巷路剧团，因这囡仔是用台语甲在地生活记忆表现出来，深刻佮精彩内容得到评审的肯定，互因得到特优的好成绩。来哦，小，小梅哥哥，好食佮实在。梅北国小的学生囡仔用在地生活记忆做戏文。毋但绍介家己的故乡，阁摕到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特优的好成绩。这个梅山街啊，较早是出入市区到山顶做买卖所在。小朋友从头到尾都有参与那个剧本的编辑，所以对他们来说，对因来讲，你嘛是咧演家己的故乡的故事。演家己故乡的故事，就是会感觉就日常。就演家己的日常，就感觉足简单呢。演出的囡仔讲，为着要演这出戏，平常时啊拢爱练习讲台语，会当摕到好成绩，嘛互因对讲台语增加更较侪信心。我的台语发音已经是真唔好，所以我阿嬷就一直教我讲台语。来比赛时，迄7位评审拢在拍扑啊。我拢感觉这故乡的这个滋味会使呾送出去，发射出去，大家拢感觉足荣幸的，囡仔嘛拢足痛的。表演的时候会足紧张的，今嘛参加小红炉剧团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点会说台语，而且也不会这么紧张了。为要让囡仔会当伫台顶演出，梅北国小的小巷路剧团为布袋戏改做舞台剧。不管是布袋戏也是舞台剧，拢一直咧推广台语。导师表示，戏剧的演出，互囡仔增加讲台语的机会，嘛培养囡仔伫舞台顶的自信，一兼二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春天有沙尘暴，而且空气无好。东亚有几个所在，伫这几天拢因为风背影响沙尘暴空气污染，加上越南的龙城国际机场即马登得起，附近的民众就怨叹讲，这3-4个月拢是这款空气无好的日子。伫越南东南部东南省这片5000公顷的土地，是总经费160亿美金的龙城国际机场所在地。
这个有4条跑道完工了，一年的旅客运输量会到1亿人次，货运量到500万吨的大型机场。龙城地区的居民对机场会让带来观光客甲生意本来真期待，不过自去年开工了，就变做无奈受气。Bay mừng nó mai mốt có sân bay gần nữa, giờ thấy ngán quá. Giờ nó cày kiểu đó, đổ đất chạy mà tới 9 giờ đêm cũng còn chạy mà kêu. 機場工地產生飛架規天頂嘅紅色嘅沙塵，就連10公里外地區也攏受影響。大車路、店面嘅看板、行人道嘅椅仔、學校嘅窗仔門，攏砍一層高高嘅沙，就連徛過嘅客廳灶骹也攏全沙。當地政府嘅環保單位檢測了發現，機場工地沙塵污染超過標準18倍。保護中央政府了，如果要求環境部愛對現場進行完整嘅評估，看是唔是符合即賣嘅環境法規。居民甲當地政府一直反映，即賣承包商有加派卡車佇咧工地噴水，河土沙較未試過杯，因過效果有限。Hồi trước thì chung không khí thì nó tốt, tại hồi chưa làm sân bay thì đó làm cho nó tốt hơn. Nhưng mà từ lúc mà làm sân bay tới giờ thì nói chung là bụi đỏ chịu không nổi, tại mỗi lần luồng gió càng lớn thì nó đưa bụi nó càng đi xa hơn. 龍城國際機場本來按算要伫咧2025年完成旅客載運量會達到2500萬人次的第一期工程，不過即馬將會延後到2026年，也會讓規個完工嘅日期拖慢幾落年。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輯。真濟產業即馬攏有拄到欠工嘅問題，有嘅所在即馬就用機器人來鬥相工。親像佇病院內底欠護理師，有病院即馬就透過機器人來建立一寡自動化服務。另外佇美國閣有一間餐廳，即馬是引進機器人專門替人客來帶位來送餐，互員工會當有好來有人幫餐。市幾號度，機器人就開始替人客帶位。美國密西根州一間中餐廳用這台機器人，甲人客帶位加送餐。We should have some chance, like extra opportunities, to introduce the food to the customer to attract them to my restaurant. So robot is one of the option for sure. 頭家講，新冠疫情造成人力調配困難，也無容易找到新的員工，機器人就成做餐廳甲飯店業者的好卡手。即馬有幾多萬台機器人佇咧全世界餐飲業者工作，學者講，機器人可能讓吸引人客，不過重點也是伊會當提供偌濟服務。機器人會走會跳，動作真溜達。這是佇丹麥舉行歐洲上大型的機器人會議，有30幾個國家900位科學家甲企業領袖交流家己研發的機器人。尤其佇疫情期間，人甲人之間盡量較莫接觸，機器人就成做提供必要服務的上好方法。People are more open to see them around,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nursing shortage, that's hitting Europe and Western Europe mostly, I suppose, maybe. So we need more, let's say, devices, to replace the nurses who are not there, right? So people who are not there. So that's why robots are really important at hospitals, because we just don't have the people to do all the tasks that are needed to be done. 疫情封城期間，機器人擔任真濟角色。這麼因為勞工無夠、供應鏈等問題，有真濟產業更加依靠自動化生產，機器人佇咧各種產業也愈來愈重要。公司新聞張慧玲編輯。天氣報你知，咱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因為冷空氣有小可增強，若佇頂瀑布的時水氣嘛較高，所以東北部、東半部、中南部的山區，今仔日下頂半部攏有局部地漸雨，若下半部呢，水氣就會減少，雨就較停啊。接落來，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19度，上懸是22度。中部的溫度上低是20度，上懸有29度。南部的溫度上低20度，上懸30度。東部的溫度上低20度，上懸26度。外島的溫度上低16度，上懸25度。咱繼續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
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